选调，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求你互我永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赏赐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哈利路亚！很高兴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一起聚集在神的圣殿来敬拜他。这时候我们请大家离开我们的座位，找三个朋友，跟他说很开心在新的一年见到你。就是这个时刻，我们一同聚集在神的圣殿当中，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要宣告盼望就在这世代。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走遍世界各地。让我们用盼望的心来唱这首歌，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眼，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达世界地极。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神已拣选我们，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达世界地极。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到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
个时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让生命见证，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我要大声宣告耶稣是主，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耶稣，他是只配得颂赞与赞美的。哈利路亚！万国都要来敬拜他。是，我们要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让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在神的当中。我们再用这首歌再次进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同心来敬拜神。全心来敬拜你主。
受敬拜你主，在你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天父，这是我的敬拜。我知道，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更多的将我们的目光转向神，更多的定睛在神的道路当中。阿爸天父，求神在每一天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寻求他。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
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在你这新的一年，无论你有没有定新的目标，我们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让我们有一个重新归零的心，重新定睛在主的心，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我天父，我需要你，我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我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更多的需要神来引领我们。神知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每一天我都需要有神你来引导我，我需要有神你来成为我脚前的灯，带领我们走往前面的道路。好吧，天父，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若不是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好吧，天父，你的爱充满着我们。我知道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要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来渴慕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有神的看顾和同在，但是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让我们更多的认定，更多的专注，更多的依靠在神的面前。好吧，天父，这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全心全能全意全献上交付在神的手中，好使我们在这个心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神的看顾和同在，让我们能够真正将这样的福音的种子宣扬传扬出去，让我们更深更深更深的在神的当中渴慕你。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都需要神的话语，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呼求，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要更爱主，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何能能够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你？我知道我们的不完美，但你用你的大能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要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重新定睛仰望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每一时、每刻，都有神你的同在，你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单单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求神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福音的精兵，我们要带着神的爱和盼望，将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将今天的主日盛会从头到尾全交托摆上在神的手中，求
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这是咱的人生诗头一首。无行歹人道路，无行歹人道路，存心毋敢恶毒。每日三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起立吟全首。同心出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伫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只是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带领甲看顾。过去一年中，若有予你无欢喜的事，求你赦免原谅我。伫新的一年，求你引带众兄弟姊妹的脚步，行伫正直的路，常常读你的话语。伫这新的一年，每一位你所爱的囝儿，拢有得到你所赏赐的一句话，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诚侪有力的帮衬。将阮的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信靠你的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读启应文第9篇。
启应文第9篇，显着咱来启应。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额砍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然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记得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到救的歌使命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解你。就用马甲姜、马绿色约束伊。歹人受济济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搁来看圣经上帝话语，记载伫诗篇51篇第10节到12节。圣经诗篇51篇10节到12节，显着我来读。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求你互我永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想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以上。今仔日的讲道是新的心，咱恭请陈淑安牧师。新年快乐，大家平安。新的一年要有新的心。大笔咧写诗篇51篇的时，伊是因为伊犯罪了后，伊心真艰苦，伊就写诗篇51篇。咧写这篇的时，伊伫遐有反悔，求上帝撤销伊的过失以外，伊伫遐也求圣神来帮助伊，会当得到一个新的心。所以这个诗的背景，我想咱足侪人伫细汉的时知影伊的故事，就是伊有一天盈盈的时，伫马路的中间，厝顶尾咧遐行来行去的时，看见对面有一个查某人非常的水，伫迄个所在洗身躯，伊就叫人去甲伊叫过来。伫迄个叫过去伊迄个所在时，就惊干啉，无拍算伊煞伫迄个时阵得到迄个有心有囡仔。伊为着要暗藏伊的罪恶，伊无悔改，伊反倒转暗藏伊的罪恶，所以伊叫伊的丈夫乌利亚伫战场的中间转来。就是毋望伫战场的中间转来的时，会当有机会甲伊的父亲人相甲做伙。无拍算乌利亚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战士，所以伊想讲，遐较侪人的兵丁伫外口会当转去厝享受。所以伫迄个中间，大笔伊无法度来暗藏伊的罪过，伊就借刀杀人，交代讲，伊若到伫战场的中间对敌来的时，恁拢走转来，就互伊伫迄个所在战死。所以伫即个故事的中间，咱真正会当看见，大笔伊犯罪了后，伊迄个时阵拢无想到讲伊倒来反悔认罪，反倒转用伊的方法一直暗藏伊的罪，伊暗藏伊的罪，伊就哪犯罪。所以咱若看伫迄个圣经撒母耳下卷的中间，伊当伊乌利亚伫迄个战场战死的时，伊的父亲人拔示巴伫迄个中间为伊来提靠。27节讲丁忧，就是迄个受伤啦吼，受伤迄个因翁过身，会伫迄个所在哀哭一段时间，明白了后，大笔就甲伊带转去到伫王宫的中间。所以咱看见当迄个时阵，囡仔就出世啊。
咱看见撒母耳下卷12章第1节讲，伊迄个时阵得到一个囡仔，安尼就是伊犯罪了后，个囡仔生出来大概有1年的中间，这段时间伊拢无想到上帝，伊拢无想到讲伊反悔爱认罪。迄个时阵，敢若是想到讲要安怎暗砍伊的罪。伊伫迄个中间，伊咧想到讲我暗砍一定做好势，无人知。敢若当事人，伊甲别是巴知以外，大概拢无人知。甚至乌利亚安怎死，伊都拢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对大卫来讲，伊即项代志，伊所犯的罪，伊暗砍甲做好的，绝对拢无人知。总是无人知，上帝知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当上帝就找拿单。咱看见拄啊，迄个圣经节讲，耶和华上帝就找拿单去甲大卫讲。当初当然拿单嘛，毋知影有啥物代志，是上帝要找伊去见大卫的时，伊一定会甲伊启示有啥物代志。所以大卫伫迄个拿单，伊就咧讲起，你得罪人，你做即个代志，上帝无欢喜。大卫知影伊受到上帝迄个时阵的提醒，伊知影伊所犯的罪根本都无法度暗砍，佮较毋免讲，伊无法度暗砍上帝。所以伊就伫遮伫迄个诗篇51篇的中间。伊对第1节到第6节咧讲起伊家己的罪过，伊伫遐求赦免，求上帝怜悯。到后来伫第6节到第9节的中间，伫遐咧讲起求上帝撤销伊的过失。到第10节到12节到13节，拢共款。伫迄个中间，伊就是咧讲起上帝，你怎样佮互我恢复，佮一摆。互我的心，互我的灵，会恢复甲上帝迄种单纯亲密的关系。伊真清楚，当伊犯罪了后，伊甲上帝的关系已经隔离，所以伊伫遐认罪，伊求上帝撤销伊的过失。伫这段时间，伊是对伫伊的性命下功夫，求上帝真正，互伊重新有恢复新的心伫上帝的面前。所以讲，上帝也求你创造我清气的心。清气的心是伊家己，清气我的心，互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正直的心是对上帝来，安尼就是讲我的心拉散。上帝啊，你带我行伫你有圣神引带的道路的中间，毋通11节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神。这个是伊家己11节是伊真主观的一个看法。伊主观的看法是，因为伫伊以前迄个扫罗王，伊看见上帝气杀伊迄种的痛苦甲艰苦。咱知影扫罗王起头是一个真温柔真谦卑、敬畏上帝的人，总是对伊开始怨妒大卫的时，伊迄个内底的怨妒，迄个心带来互罪恶。咱若来看撒母耳上卷16章14节，伊伫遐讲，耶和华的神离开扫罗。有歹神对耶和华遐来搅扰伊，咱伫遮咱会当看见是安怎耶和华的神会离开伊，因为扫罗伊开始有怨妒的时，怨妒伊就毋甘愿，伊就想办法要怎样杀死大卫。迄个时阵伊拢无想到上帝会安怎爱伊安怎做，伊所想的就是讲，即个人我要互伊死，伊莫抢我的王位，伊毋通互我的王位有拄着威胁。伊的想法就只有安尼若定，所以当一个人伊开始有怨妒。伊毋甘愿，伊硬心，伊想要杀害迄个人，要害迄个人的时，迄个罪恶伫伊的心底就来产生。所以耶和华上帝就离开扫罗，有歹神对耶和华来。所以咱看见，当伊伫即种的代志的中间，伊讲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代表伊看见的是啥？看见扫罗，伊一想伊怨妒，一心就是要杀人，一想就是要互伊死的时。所产生的，伊已经离开上帝远远，所以当有对着迄个非利士人来的时，哇，拄着真济的迄个威胁伫四周围的中间。扫罗王伊无去找上帝，伊当要找上帝的时，上帝嘛毋插伊。所以伫圣经的中间讲，撒母耳伊咧求撒母耳来献祭，撒母耳无来的时，伊准家己去献祭，反倒当惹上帝受气。这个工作毋是你做，这个工作是先知祭司咧做。你是安怎用你的关系？家己欠权，违背上帝的命令，你去迄个所在献祭，毋但上帝无听伊，上帝佫生气，甚至到尾伊佫咧求上帝，上帝拢无要回应伊。代表有看见即种上帝离开伊，迄个扫罗王迄种的掠狂，迄个痛苦，伊拢看会到。
上帝毋插伊迄种的良陪，所以到尾伊找无上帝，伊只好去找通灵的。所以大卫伫遮，当伊知影拿单已经知影伊的代志，伊的秘密已经无法度暗藏。上帝知影伊的代志无法度暗藏的时，伊马上做的是认罪。伊求上帝圣神毋通离开伊，因为伊知影上帝圣神若离开伊，伊日子会痛苦艰苦，毋是干那安尼尔，迄种的痛苦是伊担当袂起的。所以在是伊家己真主观的一个看法，毋通离开我，毋通离开你的面。你上帝啊，你的圣神若离开我，我的日子就歹过。因为伊想到伊过去咧捣乱的时，虽然环境毋是真好，迄个环境有真济的对敌咧追赶伊，但是伊看见上帝甲伊伫地时，伫迄个教会的中间，上帝拢保守伊平安。虽然环境毋是真好，但是伊看见上帝咧扶持的时，伊所得到的就是感谢主。用咱的话，感谢主、阿罗主，上帝保护我。伫上帝的保护圣神甲我伫地时，迄个危险就是安尼闪过。所以伊伫遐体会到，我无爱含乐，亲像扫罗王安尼。我既然知影我的罪遐尔啊清楚伫上帝的面前，我既然受提醒，我即个时阵有感觉。咱看去伫一段时间，当伊行奸淫犯罪即年到囡仔生出来的即一年的中间，伊根本都拢无有即种的意识。总是当拿单甲讲的时，伊迄阵就随时反悔。上帝也求你赦免我，毋通离开我，互我12节，互我有缘会当得到你救恩的快乐，小使我有自由的神来扶持我。伫即个中间伊所想到的，就是亲像伊是一个龙主，因为今仔日伊离开上帝，就是亲像龙主共款。伫圣经的中间，当龙主甲伊的老爸讲：“你将你的财产我应该得来互我。”虽然老爸感觉讲这毋是时阵，但是当即个囡仔足爱的时，上帝迄个老爸就将迄个财产互伊的时，伊去外面飞雷交歹朋友，后来拢无钱的时，遐个人拢离开伊，伊无法度的时，迄种会落魄。伊无通食，佮拄着饥荒无通食。迄个时阵，伊所想到的，伫老爸的家，食穿用我拢无欠缺，我有温暖的家，基本的食穿用我拢无欠缺。老爸佮非常的疼我，总是伊伫即个，伊知影伊家己违背老爸犯罪的时，伊所求的是讲，老爸若要接纳我，伫即个家，互我会当徛起，我做一个奴才，我嘛袂要紧，总比伫即个外口无通食咧流浪。落魄佫较好，所以当龙主转去的时，伊无拍算。虽然伊敢若想讲，我做一个奴才就好啊，伫老爸家做奴才，伫遐会当佫好款待。毋若老爸无歹款待伊，反倒转接纳伊。所以接纳伊的时，即个对伫迄个龙主来讲，这真正是一个救恩的快乐。我过去的日子安尼，我安尼互老爸艰苦心。迄个老爸伊佫欢喜来接纳我，所以伊伫遐真正欢喜快乐。大卫伊咧祈祷这个时，伊就是甲家己看亲像一个龙主，离开上帝真远，所以上帝伊若欢喜接纳我，伊赦免我，伊的面莫离开我，安尼就好啊。圣神毋通离开我，我若有圣神甲我伫地，我就有平安，我就有快乐。你若有平安，你就袂艰苦心。虽然迄个世间的日子毋是真好过，总是我若有平安，我安尼就好势。所以讲，互我有救恩的快乐，我敢若欢喜上帝来受接纳。上帝，你若接纳我，赏赐我有自由的神。伊伫遮咧讲，赏赐我有自由的神。华语的圣经讲，乐意的灵扶持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当圣神来接纳我，互我甲上帝关系有亲密的时，我就有自由的灵来敬拜你，我有自由的灵来服侍你，我真自由，我会当来到伫上帝面前祈祷，我真有自由去传福音。当一个人离开上帝时，祈祷就祈祷袂出来；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犯罪的时，较毋免讲要搁传福音啦，讲要敬畏上帝，这拢无去啊。所以伊讲，你上帝，你重新接纳我，互我会当真自由，要甲人传福音。互我真自由，随时会当到你的面前祈祷，求讨你的看顾，求讨你的保守。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的要紧。所以，咱看见大卫伊伫即个所在，伫即3节的中间，咱会当看真清楚，迄是对伊性命的中间，求上帝定心建立伊的性命。所以，咱今日的主题经节就是第10节。上帝啊，求你，互我有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当我咧看即个圣经的时，我开始逐工就安尼祈祷。上帝啊，赏赐阮全家，互阮有清气的心，互阮有正直的心。做上帝的百姓，做一个基督徒，我逐工就是伫迄个阮的迄个大沟的边啊，我若开始去运动的时，我就开始伫遐祈祷。上帝啊，求主你，互阮全家拢有对你来清气的心，互阮真正会当行伫你正直的道路的中间，逐工就安尼祈祷，因为我感觉基督徒有迄个清气的心，有迄个正直的心是何等的要紧。伊讲上帝啊，教我创造清气的心，创造是对上帝来，人无法度互咱的心有清气。迄个创造的心就是有更新的灵，更新的心就是新的心。互我毋通阁活伫迄个罪恶的中间，我要对你有一个新的心，毋是犯罪的心，是一个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你换心正直的心，这拢是对圣神来。当你有清气的心的时，上帝欢喜，你自然就有正直的心。正直的心就是圣神对你的引带，行伫你合主旨意的道路，行伫主你合主你旨意的道路。当我咧思想即节的圣经节的时，我咧想讲，咱真济的基督徒，伊真热心，伊圣经捌足济，伊嘛真够讲。若要讲传福音，我想应该嘛无问题。总是你若无清气的心，你就袂当行伫正确的方法的道路的中间。我有一个长老，伊真正是圣经捌足济，伊足够讲的，无较输无输，伊讲出一套。总是即个人若互我袂介意。伊开始伫背后就讲人的方法，就讲甲别人讲即个人伊安怎，攻击即个人，互即个人伫遮徛袂牢，甚至互即个人会当离开即个教会。伊虽然圣经足够讲，但是伊心无清气，伊骄傲，伊自高，他自以为是。教会你着听我的，牧师你着听我的，牧师若袂当听你的，即个牧师就诚做伊的对敌。看起来伫教会。伊捌足济，足够做工，总是伫即种的态度的中间，咱看见伊根本就无有清气的心，因为是用家己的自高，用伊的骄傲来咧看人。上帝，你甲上帝足好的，毋是你的喙咧讲。人要安怎判断你是一个敬畏上帝、听从上帝的人？是看你安怎咧对待人。你安怎对待人，迄个人真无古锥，我嘛是要对伊好。迄个人虽然会犯错，我犹原要包容赦免。我什么种人拢会当甲伊做伙。对牧师来讲，什么种人我拢应该爱包容。管你是民进党的，管你是国民党的，伊拢是我的会友，拢是上帝所听的百姓。我逐个人拢会当甲接纳。我有我家己，若咧选举，我有我家己的主张。但是徛做一个牧师的中间，徛伫教会。我逐个人拢是会当接纳，我逐个人拢会当用公平、用上帝的话来甲勉励、来甲扶持。伊咧艰苦，我嘛都爱甲安慰。清气的心是安怎？迄个正直的心，用上帝的眼光，用上帝的态度来看待伊的代志。所以咱看见伫教会的中间，是安怎有真济问题会产生？毋是因无听主啦。这两个长老拢足够做工，拢真正听教会，因拢有家己的观点。但是若无照伊的意思，这个人若无照伊的意思，无照伊的意思，伫教会以后，我都冤家，互边仔的人看到真艰苦心。伊嘛感觉伊足听主啊，伊圣经伊有根有据，伊会当讲一套啊。总是伊感觉教会着安尼较好的时，迄个袂当照我的意思。伊就有法度想尽办法，为着反对来反对。伫教会，今仔日咱要转来讲教会，因为新的一年，咱的教会已经伫新的一年的中间，甲旧年已经无共款。旧年无牧师，今年有可能就有牧师啊。伫即个有牧师的中间，咱的态度是啥物？
你若袂当用一个清气的心，你根本就袂行出正直的心出来。迄个清气自高、骄傲，对别人的偏见，我家己迄种的主观的看法，你用你家己的主观来咧判断，就应该安尼安尼安尼，就应该安尼安尼安尼，迄拢是死的。所以伫即个中间，代表伫迄个中祈祷，包括我家己的祈祷，主啊，你着互我一个清气的心，互我用你有你正直的心，行伫正确的决定的中间。对信徒，我爱有正确的决定的中间。有正直的心，是圣神开我的眼光，来看见遐个人的需要，看见即个人的需要。所以我常常咧讲，听人讲话，毋通听表面啊。我拄好有咧讲过迄个长老。伊真正是听教会，伊嘛听主，奉献伊嘛无较输人。总是迄个人若伊无介意，伊会当甲赶走，所以伊赶偌济会友离开。今仔日清气的心所带来，你会当有清气的心，是圣神咧做工。圣神做工，你自然就用圣神的眼光，用上帝的眼光，用上帝的听，用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待人。所以，当你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咧看待人的时，这个人反应哪会安尼？对我来看，我先爱了解伊的背后是啥。伊出世，伊有真侪受伤。伊伫伊的家庭出世的时，伫迄个原生家庭，他没有得到该有的爱，家庭的爱。啊，是伫这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伊有受足侪伤。伊会受伤，无得到医治。一个人，伊的迄个疼伫细汉的中间无得到满足，也是伫成长的中间，伊迄个伤无得到医治的时，伊的人格就会扭曲啊。今仔日咱若无体会到这点，你用你的眼光讲，你是安尼，是安怎安尼，你是安怎安尼安尼。咱常常看到人伫。我即摆徛伫教会中间来咧讲遮个代志，有一天有一个会友甲我讲，迄个人吼，我甲迄个阿米也讲吼，阿朱啊吼安怎，啊我叫阿米也毋通讲，阿米也一定去甲阿朱啊讲啊，所以吼阿朱啊吼，伫菜市仔看到我拢毋插我，安尼，啊我讲，我就有一天就甲阿朱啊讲阿朱啊，阿辉啊讲吼。迄天伫菜市仔拄着你咧，甲你笑，你拢无笑。伊讲牧师啊，我都无挂目镜，我也毋知影啥物人对我头前过。人伊无挂目镜，伊较知影你是阿辉啊咧。啊，你甲阿朱啊讲的，啊，你即摆较讲，我拄啊讲啥啊？名，反正就是安尼啦，恁知影我的意思啦。我甲你讲，啊，你甲伊讲，啊，迄个毋插我，即摆就是你一定讲，其实拢无人讲啦，是你心里有鬼啦。啊！你心都无清气，你所想的拢逐项都拢毋对啊，敢毋是安尼？所以真侪代志，我已经学会伫牧会中间，我拢已经学会晓啊。拄着代志的时候，咱拢我感觉信徒拢足聪明的，拢足巧的。看一项代志吼，伊就开始会人解释，就是一定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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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佮讲啊有一个班的呢，结果互足侪人伤害。伤过巧啦，所以吼，咱的理论足济啦，有时较推的吼，佮较袂犯罪。所以，迄个清气的心，我想若无有圣神做工互你，咱拢有足济的看法，咱有足济的主张。我感谢主是，我想我少年嘛应该会安尼啦。拄着代志，就想讲啊，就是原因安怎。毋过当我无回足久的时候。无回啊到今吼，我拢感觉讲，我什么都不是。你会发觉讲，甲上帝关系好，佮经过遮尔济时间，人什么都不是。所以伫即个圣心，迄个圣经节的中间，哥林多5章17节，伊讲。咱应该踮伫基督的内底，拢爱诚做新创造的人。过去拢已经过去，代表就是咧求
求上帝，你创造我的心。伊甲过去遐个犯罪拢交予上帝，求上帝赦免。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救赎咱，就是想使咱有一个新的心，毋通阁活伫迄个罪恶的中间，有新的看法，有新的心。所以咱会当看见真济基督徒当伊来信主的时，过去我做人计较的，过去我一定以牙还牙，总是当我信主了后，我打开始的时我嘛会安尼。毋过上帝讲你是迄个感动倒来，你是基督徒呢？伊讲牧师啊，有够奇妙的啦！我即摆人安怎甲我欺负，我拢为伊祈祷呢。新的心，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就是想使咱新的心。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讲，所以咱毋通劣志，咱若甲有圣神伫咱的中间，虽然外体虽衰败，毋过咱的内心会当日日换新。迄个肉体外体衰败，就是我离会咧加天。我肉体的退化衰弱，总是圣神做工的中间的时，我的内心有新的体会。上帝继续咧甲我感动，上帝继续咧甲我引出，上帝继续咧甲我帮赞。我交今仔日咧服侍的中间，我嘛是咧祈祷上帝，即马即项代志要安怎？上帝感动出来，我阁有新的看法。所以圣神啊，伫咱的中间。咱的肉体虽然离会一直咧加天衰败退化，要求上帝伊会有足济的新的感动，继续帮助咱向前行。这就是咱做上帝的儿上介大的福气。咱做上帝的儿上介大的福气，就是咱的肉体衰败。我就是坐伫轮椅，我阁会当哪一对上帝体验，看见上帝的恩典祝福，我来成做别人的祝福。咱要求会当安尼做，所以伫2026年的中间，旧的已经过去。旧年咱无牧师，今年咱严密要有一个新的牧师到伫咱的中间。迄个看法咱爱无共。无牧师的时，我过去是安怎做？今仔日有牧师来的时，要安怎做？徛伫我的立场，做一个牧师，牧会44年，徛伫我的立场。我可能有过去甲恁分享过，但是我感觉这真要紧。我甲足济教会咧甲我讲的时，我拢讲，无人出世就真做传道人啦，无人出世就足够做牧师啦。所以一方面传教者，伊将伊所得到的感动来咧造就咱；另外一方面，信徒嘛咧造就传教者，互传教者真做更较成。传教者，互伊真做搁较成的牧师，咱拢有软弱，包括我真抑阁有足济软弱。我有我的个性，我急性，所以我屁叫嫌的代志就常常嘛咧出问题。我是感谢主，有一群了解我的人，欢喜来扶持我，笑咧就过啊。所以无有啥物通啊，伤过紧张，伤过敏感的。咱伫教会内底，咱会当真欢喜三甲来做伙。所以传教者，咱今仔日有新的传教者来的时，你要怎样用新的眼光？你要怎样用上帝的眼光，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帮助这个传教者？伫咱教会的中间，伊毋但成长，伊搁较甲上帝有搁较大的体会，互伊对上帝的领受搁大大的回应来祝福咱。这就是看你新的一年的中间，你要用啥物态度来对待？有真侪人来到伫教会，敢若想讲我领受，伊袂当得到满足的时，就讲这个牧师就是安尼，这个牧师就安尼，就袂欢喜。若无清气的心，较有可能有正直的心。总是你若有正直的心，自然就有清气的心。因为圣神要伫这个中间来帮助咱行伫这个道路的中间。我想想，伫四周围咧有新的传教者。足侪教会会友拢会来找我，甚至会来甲我投因教会的代志。我拢甲伊讲，牧师若疼上帝，佮疼人，伫即个大原则的中间，伊打开始来做传道，因为我知影咱是一个新的传道，打开始出来做工无偌久，伊有真济也搁咧摸索，要安怎来甲伊扶持，成做一个好的同工。毋通干那要要求伊要互我满足。无可能啦，无一个牧师拢会互你满足啦。
逐个人拢有伊的缺点，逐个人拢有伊的问题。无迄个问题吼，人嘛会当讲你有问题啊，就甲你气到迄边去。你根本都无有讲这个话，伊想会讲迄你讲的，伊就会当甲你气到迄边去。啊，安尼你做上帝的囝儿，毋是足痛苦的。所以，这个牧师，我即摆用咱教会一个新的团队来，伊拿出来，伊无花无偌久，伊看的是足有限，总是以欢喜为主做工。伊若有疼上帝甲疼人，伊就是若总讲疼人也无够，伊甲上帝关系也无亲密。咱遮有足侪资深的，你若是真正有清气的心、正直的人，你一定会甲扶持，敢毋是？你扶持伊，看见即个团队人咧进步，看见伊咧疼人，哪有进步，咱就爱甲学落，袂歹。我顶礼拜去一间教会，咧讲道的时，了迄个牧师回应，我甲讲牧师你很棒，以前人嫌伊嫌甲安怎？但是我讲牧师你很棒，你进步很多，伊足感动的。团队人需要鼓励，伊有进步就甲鼓励，鼓励伊就搁较有动力。我怎样要甲事工搁做得较好势？所以伊有真侪缺点，咱会当甲提醒。牧师你讲话伤紧啊，你安尼甲伊迄落得罪咧。哦，是的，我爱改进，我有会友会安尼甲我讲啊，是的。我爱改进，我就去甲迄人讲，我拄仔讲话伤紧，得罪着你吼，你都爱赦免我。我毋对，我低头也没错啊，因为伫上帝国的内底，毋对就是毋对啊，对毋对？所以牧师无一个完全，缺点拢足侪，但是伊若疼上帝疼人，咱就有责任甲伊扶持。当然，伊有家己真侪软弱，伫伊想要改，佮做袂到的中间。迄天我甲一个团队讲话，迄个团队教会真侪人讲，即个人安怎。当遐个人咧甲我斗，即个人安怎的时，我心内想着讲，即个团队需要关心，我主动去甲关心。啊，我听伊讲话，伊背后太侪的受伤。团队背后足侪受伤，会友拢看袂到，会友看到就表明，即个人安怎，即个人安怎。我听伊讲话了后，当然我有甲劝勉，我讲，你若做一个团队，你搁较互招呼，会无共款，因为凡事都可行，不多有益处。咱拢有家己的观点，你感觉讲这若无照圣经安怎？我讲凡事都可行，但是你。凡事都可行，不多有益处。你若感觉讲你应该安尼做，互人跋倒的时，就拢无意义啊。我的看法是有机会留这个人，我较有机会甲传福音，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伫人的软弱的中间，我大先想的就是要安怎留伊，我较有机会继续甲伊扶持，来甲伊祝福。我甲迄个团队讲了的时，迄个团队讲，我甲伊讲，我今天看到你不错，我发觉你进步了。伊讲，嘿，牧师，我有咧改，啊，毋过我改了足慢。我讲不要紧，你有咧改就好，你要加油。人团队人需要鼓励，迄是伊的原生家庭有真侪伤害，他待人处事的足侪无完全的所在。当咱安尼来了解的时，你就知影安怎扶持。其实伊嘛足痛苦，伊拢嘛知影人咧讲伊呢。但是原生家庭带予伊的迄种的伤害，伊根本都超袂过。若是有一个人伫边仔甲扶持，牧师这项代志你若安尼做，试看卖啊呢？伊若做了袂歹，牧师你好棒，牧师你做得很好。牧师你这礼拜讲道，我得到帮助足大。我起头讲道嘛是互险到迄边去啊，人拢感觉我袂晓讲啊。总是人得到帮助，牧师你很棒，我得到帮助，哇！就哪来那样挖靠上帝？我发觉我挖靠上帝，我迄阵拿出来，我迄阵愈读神学足少的，有足侪人读神学，但是拢离开教会。我迄阵迄个派去教会时，
我甲牧师讲，牧师你要叫我教主日学、教圣乐，你要叫我创啥拢无问题，就毋通叫我讲道。迄个牧师讲好，莫互你讲道。结果到上尾礼拜讲，我想会袂使呢。你读本科的，你读神学，无互你讲道，我安尼歹交代呢。哦，讲要叫我讲道，我惊到要害去，你毋知影？我规礼拜讲酒拢抹掉咧，拢一直祈祷，祈祷2日尔，灵感就出来。所以一个人受膏咧，欢喜甲扶持的时，互伊搁较倚靠上帝时，上帝圣神会做工，迄个感动就一个拢一直出来。所以新的一年，咱要有新的传教者，咱袂当伫旧年的中间，亲像旧年的中间，就我该做啥就做啥。今日爱搁加做一项，对我来看，就是来扶持新的传教者。有可能你会感觉讲，我也无啥物会来甲扶持，毋过咱会当替伊祈祷啊。牧师伫背后，若有足侪人替伊祈祷，是毋是无共款？我伫大树教会牧会，到最后这段时间的牧会，我单独伫遐牧会时，真侪个大问题，我会当做就是所有的长老、所有的会友、所有的包括新来的会友，我一日祈祷100几个。有即马新的传道拄着代志的时，牧师拄着代志的时，我讲你逐工替教会中集祈祷，遐个你若甲祝福祈祷，上帝做工伫伊的心中，你就好做代志。所以有新的人传道讲要来大树教会，我甲伊讲，我这是老鸟，我有我的方法。恁新来，恁一定会足痛苦的。今仔日教会有足侪无共款的人，咱会当做的，无你背后替伊祈祷。咱大家若为着咱新的牧师来祈祷的时，牧师有圣神做工，减少攻击，伊受伤哪少，伊得到恁的祈祷，佮得到恁的鼓励时，伊佮较会奋发。当然，常常提醒圣神的帮助力。求上帝，互咱伫适当的时阵讲适当的话。所以伫圣经的中间，较要紧的是咱迄个心。箴言4章23节讲，保守你的心，保守咱的心是用上帝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人无完全有伊的需要。上帝怎样来看伊？保守咱的心，用上帝的心来看迄个人的事。我想咱就加足够扶持，咱会足够帮助伊。咱年岁咧加添，咱有圣神帮助。圣经路加福音2章52节讲，当耶稣咧大汉的时，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互人敢哪听伊。上帝的智慧是赏赐互咱的，迄是靠圣神去求讨的。年岁哪加添，就是咱一直年老。虽然咧年老，要顾咱欢喜靠圣神的时，咱的智慧会哪加添，咱听主的心会哪加添，咱扶持人会哪加添，咱祝福人会哪加添，互上帝甲人哪听伊。当你人际关系的时，你知影怎样用上帝的听，去听迄无古水的人，你甲伊的关系敢毋是好，哪来哪好？你安尼好款待人的时，上帝毋但听咱，连迄个人也要当做咱的好朋友。咱做一个基督徒，敢毋是应该就是安尼？伫年老的时，何况咱阁有圣神的帮助，咱有上帝通倚靠，咱是毋是互上帝欢喜咱？互甲人的人际关系，咱也三甲伫迄个所在来增长。拄仔我有讲过，人无法度看见上帝。你讲你足疼上帝，人看袂到。毋过人要对你安怎对待人，来知影讲你真正疼上帝是疼偌济，人是用安尼来判断。所以期待伫新的一年有新的心，迄个新的，逐年拢爱有新的心。咱有新的心的好处是，日日换新。换一句话讲，圣神做工伫咱的心中的时，咱日日拢有新的体会，有新的看见。咱拢爱有一个新的进步，所以咱是年老的时，咱是一直应该爱拿成熟，越来越像耶稣，这是咱应该有的。所以旧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咱有新的代志爱面对，咱有新的代志爱努力。牧师呼吁咱众兄弟姊妹，真做一个替当讲祈祷的人，
毋若为着你的家庭祈祷，为着牧师，为着这中职，为着服侍的人祈祷。咱毋是伫讲台顶看会到的人咧服侍，你伫背后的祈祷的服侍，人看袂到的，上帝嘛看做要紧。所以咱若会当安尼做的时，我相信伫新的一年，咱的教会会搁较无共款。咱的教会是不止真袂歹，对我来看是已经真袂歹。毋过咱袂当干那安尼满足，敢袂当搁互伊搁较好诶。伫即个所在，正做光，正做盐，因带人来归主。新的一年，求上帝互咱有新的心，听主的心，互圣神充满伫咱，行出新上帝引出来的道路，互咱的教会受祝福，也要正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三甲来祈祷。阿爸，感谢你，多谢你透过大笔，伊所祈祷的，伊需要一个清洁的心，伊需要正直的灵，毋是干那伊尔，阮拢共款。阮需要时时有你清气的心，有你正直的灵，活出上帝你的芳美出来。阮相信，若安尼，阮绝对日日换新，有新的祝福，有新的看见，有新的上帝的带领甲引带。阮是伫生命的中间，哪来哪成长。阮爱阮的中文教会，伫即个所在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迄个蒙恩是对阮做起，阮怎样倚靠上帝？阮所求的，就是伫新的一年，搁较后为主做工，无拄拄阮的体力会当做啥，但是阮会当无停的祈祷。阮祝福教会的事工，阮祝福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真正会当用光你。阮祝福阮的教会有上帝的圣神的引带。你会听，正做教会的盾牌，无互外来的搅扰攻击来损害阮的教会。就是有拄着遮的。阮嘛是倚靠主，也看见主，你要伫阮的中间来保守扶持，免受灾害。所以，阮将中文教会摆咧伫你的手中，互中文教会，阮看这真济同工，因真正真欢喜努力，倚靠主，尽因家己的本分来完成上帝的事工。但是，阮搁较期待参与的兄弟姊妹，三甲。伫用祈祷来服侍的也搁较济，也互阮做会到阮的喙，诚做一个鼓励的喙、安慰的喙，扶持讲祝福话的人，就真济人因为阮讲祝福、安慰、鼓励的话来得到帮赞，得到兴起，灵得到换新。祝阮将过来搁要来的新的传教者摆咧伫你的手中，即个传教者。阮拢永远要摆咧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阮为伊来祈祷，有你圣神的感动，有你圣神的引带，互即个牧师，包括阮信徒甲伊同工的时，有看见伊对祈祷的中间，伫今年阮应该安怎行，阮安怎要来进行该做的事工。阮袂一定做甲轰轰烈烈的大事工，互看，总是阮却要做。踏踏实实的事工，会当互人得到灵魂、信仰得到建立，性命得到帮赞。这比轰轰烈烈的事工搁较要紧。所以帮赞中文教会伫因努力的下面，要看见上帝你的荣耀，要充满伫因的中间，来祝福信徒以外，也要祝福外面的人。安尼祈祷，奉各主耶稣的名。阿妹，咱即时来吟回应诗476首，476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求你欢喜点伫我心，得永远。互私欲拢消除，互我心清白。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洗，白较赢洗，清白较赢洗。求主甲我洗，互我白较赢洗。起立吟全首。
出咱手中的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56人2650块，即日23人奉献500块。拜一妇女团契11人，拜三基督会15人，拜六常年团契9人，拜六青年聚会暂停。下主日事工分配，讲道林牧师，书会黄定乡长老，苏庆玉节长老，东德东梅长老，雅慧执事。敬拜第二组电子琴是恩婷姐妹，主日第二组导播音控是嘉乐安德，电脑投影香甜姐妹，交代丽春甲玉英，交通组是主日长老甲安娜兄弟。下周的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敏秀会长，地点是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敬拜是净化执事，苏琴是恩婷姐妹，内底的家庭是主保兄弟。拜四中级探访家庭是梁庆兄弟的厝，轮值探访是东美长老、雅慧执事、亚玲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敬拜。博伟同学破冰是浩宇同学，内容是团契时间。拜六常年团契主理是主日长老，圣诗是第一首甲433首，圣经是诗篇32篇，第10节甲11节，题目是歹人甲好人。本周的金句是诗篇51篇第10节，台语，咱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国语咱来读。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咱来看教会消息，2026年本会主题：火力健康，当心服侍，全人宣告教会兴旺。咱总会的主题是当心听基督，团结顾台湾。经文记载伫旧约传道书第4章12节，新约马可福音书第2章30节甲31节。第二，今主日礼拜了后有备办中昼顿，要煮米台北，请兄弟留落来聚餐，感谢秀月姊妹的服侍。第三点，本会财务组检查下半年度7月到12月份的收支效目，受检的单位有本会甲各团契主日学、青少年、妇女、常年敬拜儿乐建筑基金，请本会各团契的会计将下半年度7月到12月份的效目整理完成。伫今仔日交予本会查写员历秀琴执事甲季冠阳兄弟，以方便来查效目。第四点，下主日1月11会计报告2025年12月的收支效目，并举行1月份庆生会，受请名单如下：称呼简略：有罗金车、黄静华、吴秀丽、林基冠、陈玉梅、简朝伟、黄志强、lịch秀月、刘美照、向林玉、王伟军等，生日快乐！愿祝祝福福杯满溢。第五点，下主日小安牧师要甲洪正长老、净华执事、亚会执事前往台中敦阿卡教会，为本会建堂募款甲义卖，请关心代祷。第六，中聚会通过邀请冠勇兄弟自今年起为本会公务干事管理山西水电门窗得以隶属伫总务部。第七点，本会妇女团契手工班制作儿童粿，日期是1月24号拜六下晡2点，伫教会1楼免费参加，因为需要准备食材。今仔日开始会使报名到1月18号截止，邀请姊妹做伙来参加。第八点，本会定伫3月7日下午9点20举行1年1届会员大会，接纳2025年完成的事工，2025年度的决算甲审查
2020年的预定时间，2020年度预算，请本会小会、中执会甲各团体年度时间正确来整理，将以上的资料伫1月25日前整理完成交予咱的研如干事，以方便制作咱今年度的合会手册。第9点，高雄市林园区区公所定伫2月26号的拜五，会早啊8点到12点举办林园有爱年末送温情活动，地点伫溪洲仔2路夜市广场。并向长老参与摆搭，摆搭的名称是耶稣听你要发送600包的白米予弱势的家庭。然后意愿要提供这物资捐献的兄弟姊妹，请咱来请并向长老，并邀请本会几位兄弟姊妹当日参与摆搭，同送主恩。第10点，下主日正道讲道是林牧师，圣经是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题目是梦想与意象。第倒的事项，请照每日的项目，为以下的代志守望代祷，也特别提名为着被听的、为着年长的、为着心灵甲生活的来祈祷。教会奉献的名单。咱家己来看，若有问题，咱来请敏秀执事来更正。我来报告今日的奉献。礼拜现金3440，月定现金32200，感恩奉现金8000，建堂现金25000。敬拜娱乐1000，咱要特别感谢中油副执事长吴佑民为建堂奉献2万以上。咱来吟奉献诗。要补充报告。今晚大家平安。咱咱高雄市林园区公所吼，伊拢每一年伫即个年终岁末的时阵吼，拢有寒冬送暖啦吼。即边是定伫即个2月初6。咱的平安长老吼，伊拢会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林园迄个溪洲仔夜市遐吼，咱平安长老嘛有参与一担伫迄个内面。伊的名称叫做耶稣听你啦吼，当然即个需要真济的物资，差不多爱总共爱600包吼的白米吼，伊即边是要送白米吼，细节吼，等一下咱请平安长老甲咱报告一下吼，来。兄弟姊妹，耶稣听你，耶稣听咱。耶稣听咱大家，听世间的众人，耶稣嘛听有罪的人。你们区公所每一档拢举办弱势家庭，就是迄生活较困苦的家庭，举办一个叫做“年年有爱”寒冬送温暖，年年有爱这个迄个。赠送发送物资，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耶稣听你，今年第12年
会参加。今年有600户的困苦家庭，所以呢，耶稣听你有爱准备600包的白米，3公斤一包，今年起5块，135。你若捐2包，就是270；你若捐献10包，就是1350。那么耶稣听你现在筹备中，这个白米还阁无啥够，需要兄弟姊妹即届来斗关心，亲像过去济咱的兄弟姊妹拢参与伫咱的中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举办的日期是伫旧历过年前2月初6的拜5早起8点到12点，地点伫林园溪树2路迄个夜市啊。依然需要咱的兄弟姊妹，你若会当拨时间，爱几位来参与伫迄个中间来服务，这个搁较需要，因为爱有咱的兄弟有力来，安尼，因为你会有这个腰椎较袂甘实，所以需要咱同心来服侍这个弱势家庭。伫遐咱请中文教会耶稣听你的百姓，伫遐来宣扬主耶稣的名，荣光咱上帝，安尼好无？哈利路亚，感谢天父，阿门。咱搁来吟上言510首，510首。而乐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而乐上帝，而乐三位一体，父子圣神，请起立。圣神的感动，甲恁大家支持。上帝要赏赐恁一个清气的心，甲正直的灵。当咱若欢喜，安尼祈求上帝来帮助咱，上帝的圣神就要甲咱支持，是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